后来，这个桃园病院11例感染的病例当中，按869迄位外籍看护的感染源一直找无。感染科的医师来警告，讲这个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的特性，已经是全世界上界严重的问题了。针对着桃园病院这件群体感染，指挥官陈时中讲，需要观察到2月初4。也毋过，医师并无遐尔乐观哦，讲伫个农历过年结束进前，全民拢袂当来放松。桃园群聚事件按838案的医生伫无镜头的时阵就4价传染，嘛无法度确实掌握相关的接触者。其实你人不舒服的前一天，病毒就开始排了。所以你前一天其实人好好的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明天要生病了，你这时候跟你接触的人就会被你感染了。这就是这个病毒难防堵的地方了，是全世界共同的问题哈，因为有一半的人是被无症状人感染的。全球包括台湾要面对的考验是无症状的感染者直直出现，国家上要过年啊，感染科医师讲，国内无排除会出现社区感染。真的有传到社区的话，第一波大概会传到比较年轻的人，那这些人大部分就是症状不会太严重哦，那所以他们被诊断出来的几率相对上就比较低。过年期间，四界拢是人，医师提醒，少年人就算握着病毒，嘛袂像是大人，真紧就出现喘气无顺的症头。不过，犹原有真悬的感染风险。那照现阶段疫情，台湾需要快筛工具。如果他们有一个类似流感快筛，可以在20分钟知道结果的，那这样比较容易抓到轻症或无症状的。病毒直直改变，传染性犹原真悬。医师提醒，若是出现感冒症头，就要注意赶紧去做体检。啊无，若是无症头，搁直直传染，恐惊会互疫情愈来愈严重。